雅雅哈鸦片有一本，哎，你的东西你真的都收得很好呢，一本黑，你看，一个色泽，哈，一个 session， 一个相片，我很讲话剧社的事情，话剧社对，哈，当时读中国海专话剧社的一些照片，把它留起来。加哈五专的时间，你讲，其实头头就有讲到讲。影响到你，我做一个表演的师娘，如黑李国修老师，你跟他做一个话剧社，他我没看过一个社团黑135旅游双科的呢。对啊，太难得了。嘿啊，你正课老师也没有上的这么均匀吧？嘿啊，他真的是为了校园的话剧向下扎根，然后来教我们海专。啊，你跟他黑来到话剧社。本李国修老师教的，你都给听，我行一条路哈。那时候是在学校觉得表演很好玩，我在台上表演，可能大家哈哈一笑，那我就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。我没有想那么多，学了4年，然后就五专就毕业了嘛。毕业我就去当兵，那当兵退伍前半年，我刚刚有讲，就是说我决定不跑船了。不跑船问题我要干嘛？突然想到。李国修老师以前教我舞台剧，教我表演。那我退伍就去找他，因为那时候他刚好也要成立什么职业剧团屏风表演班。这个角色呢，必须在舞台上面全裸演出，就彻彻底底敞开来，就是公审自己就对了。有没有人要演这个角色？那社还没演完我就举手了。然后呢，国修老师看我说，这小伙子。要演什么都不晓得，他就举手了。可是我觉得应该是老师看到我的热情，只要表演我就冲。结果我就演完三档戏嘛，那只有演3次而已。你真给一周给吹戏哦？只有3次，全裸演出的。对，全裸。但是我前面重要部位是用一块布。丁字裤吗？没有，一块布，然后鱼线绑，还比丁字裤还丁字裤。后面那个全部屁股都是露出来的。替给售票演出，有算售票。你给售票演出，对，如何全裸哦？对，然后我算是全台湾舞台剧上面第一个在舞台上面全裸演出的演员。当一个演员，你要对自己的角色负责了。当你觉得这个角色毫不起眼，那你就演得毫不起眼。当你觉得这个角色你能够发挥，他就一定能够发挥，因为你有灌注你的心血在里面。